阿達，要唔要飲管啊？唔好啊！哎呀，你做乜擺條紙飲管入去啊？我點知會咁喎？唉，等我解釋俾你聽啦。首先，我哋要理解翻點解汽水裏邊會有啲氣泡咧？其實係因為製作過程當中咧，我哋用高壓將二氧化碳溶咗落去水裏邊嘅。但係當我扭開樽蓋嘅時候，壓力就會驟降，令到二氧化碳就可以溶翻出嚟，所以就成為咗我哋嘅氣泡啦。至於點解將紙飲管擺咗落汽水之後會有大量氣泡出現咧？原來同我哋物理學當中嘅異質核化係有關嘅。所謂核化嘅現象，其實就係解氣泡喺液體裏邊形成嘅狀態。咁而至於異質核化，就係喺固體表面氣泡形成嘅過程啦。只要你嘅表面凹凸不平，例如紙飲筒上邊有好多嘅纖維啦，甚至乎細嘅隙縫啦，咁佢呢啲位置就可以俾二氧化碳產生到個氣泡核。只要氣體份量夠多嘅時候，就瞬間成為咗氣泡，迅速逃離咗紙飲筒嘅表面，令到我哋見到佢有不停起伏嘅效果啦。至於膠飲管咧，表面較為光滑啦，咁所以咧就冇咁多空隙啦，或者係凹凸嘅表面咧，俾二氧化碳成為氣泡核，最後成為氣泡再飆出嚟嘅，咁所以個起泡效果就冇咁明顯啦。但係而家外賣都冇得提供膠飲管，都要用㗎啦。唉，使乜咁煩啫？直接啲就咁飲咪得咯，係咪先？咁又係環保啲都好嘅。冇錯啊，講咁多做咩啊？記得 CLS 啊，Cheers！